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桃园石虎制药厂火烧，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嘛影响到附近的4间工厂，目前估算损失大约8亿。今仔是同齐，玉山伫早起8点20分开始，到今年冬天的第1场雪。气象局表示，拜四之前有可能搁会落雪。中国山东号航空母舰甲保护军舰的4架船昨驶经过台湾海峡，咱的国防部强调，拢有监控。来看桃园石虎制药厂昨重大火灾，因为风真透，工厂内底阁有真侪化学品，嘛引起连续爆炸。火嘛拖到附近的4间工厂，损失是真严重。目前嘛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石虎公司是表示应该是处理生产线的化学药剂，无注意去引起火灾，损失大约是8亿。石虎的顾客一开盘就落停。怪手一直乌，消防人员无用夜水做残火处理。火场经过10几点钟的抢救，消防人员已经真忝，有的坐，有的倒，暂时休困一下。这摆救灾总共出动100台救灾车辆，304名救灾警力。昨天就是一直连续不断的爆炸，现场大小针超过10针。石虎制药桃园工厂20中昼发生大火，风势强，再加上厂内囤大量化学物品，一直发生爆炸。边个海河拖掉保管场，是摇甲真厉害，甚至有顶路零件喷飞到保管场，好佳在无讲到人甲车。这一块就昨天从上面那边飞过来的哈，对，感觉砸出一个洞。对。这场大火还佫波及风力抨击桃园纸厂、东洋工业、国成工业这工厂，烧34176平方公尺，损失真惨，造成一死一伤。目前在处理的这2家厂房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火载量太高了。那所谓火载量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它很容易烧，第二个烧很久，第三个量很大。工业防灾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重大的化学品的工厂，那么我们也会展开这个安检跟其他必要的措施。石虎制药早起也开记者会说明，因为生产线做化学溶剂处理，无细致引起火灾。初步估算，差不多损失8亿，应该用得到保险专家赔偿。我们目前有投保足额的财产保险，所以财务的损失保险理赔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火灾初步调查是制药化学品产生爆炸，造成生产线全部烧掉，要6个月电起。针对周边的厂商受到波及，要投保公共意外险应赔偿。桃园市政府环保局后续也针对空气污染、加水污染做监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同齐嘛，因为东北季风，佮加上水汽真饱，玉山伫早起8点20分开始落今年寒人的第1场雪，温度嘛只有零下3度。气象局表示这时阵落雪算是正常，今年并无特别晚。礼拜四之前嘛有可能会搁落雪。玉山21透早8点20，落今年寒人头1场雪。玉山气象站积雪累积有0.5公分，气温是摄氏0.3度1，雪落到9点50分才冻点。中央气象局表示，玉山初雪时间也是伫12月25进前拢算正常。在每年的12月25号以前都算是正常值。那所以说今年的初雪是发生在12月21号，所以也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在今天一直到周4以前，其实中层的水汽还是会有一些带来到台湾上空，所以说在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区，在周4以前都有机会观测到有可能有降雪的情况。21透早，有人爬山了后要落山，拄好撞到大雪，路线骨骨淡薄仔危险。玉山管理处表示，落雪季节部分的路段因为积雪影响到通行，不适合一般爬山的活动，会先优先看道，以护爬山的安全。爬山中的同仁会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第二个会做一些加强安全宣导，透过这些部分。第3个我们会协助山友装备的检查。另外，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加上可罗网风台水汽往北行煞，各地拢有落雨的机会。气象局针对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看国防部正式讲，中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甲保护军舰的4架船只昨驶经过台湾海峡。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今仔是指出，山东号17为辽宁大海来连港出发咯。咱的国防部专庭拢有掌握监控。中国解放军嘛发声明表示讲，即个行动是机动的训练，佮强调讲刷来佮有其他的行动。伫美国驱逐舰马斯丁号顶一日经过台湾海峡了后，国防部证实，中国头一只家己制造的航母山东号，甲4只护卫兵力20驶过台湾海峡向南航行。国防部副部长2日去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表示，国军全程拢有掌握佮监控。也若传出辽宁号卖驶过台海的4颗雷啊，恐惊会增加台湾海军战备的压力。刘德平指出，目前无掌握到相关的现象，国军会持续密切关注。我们派了有6条舰船，还有8架次的飞机做全程的监控，一直到离开我们的应变区。那至于他去那边的话，我们初步的研判，他是去做一个是航测和航训。中国海军嘛证实，山东号去南海下区机动训练，嘛表示了后会继续有类似的行动。面对中国军机直接出动机舰来干扰，想要制造冲突，国防部嘛表示会看情势的变化来调整应用的策略。中共他们灰色地带的行动啊，是他们最新的一个对我们威胁的一个模式。它主要是运用非军事或准军事的手段，来企图威吓我们台湾的人民。因应它不断的改变的中间，我们一直也不断的在做调整。咱国嘛透过强化舰舰构造来提升战力。国防部表示，在海军做多工舰了后，原本规划2025年会做好3只，不过因应敌情的威胁压悬，专案的机程大幅度提早，修改做2023年会做好6只。3年3艘变成3年6艘，那这击杀率有没有改变？提前量产，它在112年击杀率当然会增加，会达到多少？至少保守一点70%以上。在美军军售的部分，张德平指出，国军顶一日确定摕到属于红区装备所谓声纳系统输出的许可，上尾一项关键的主装备战斗系统整合，望伫明年第1季会当摕到输出的许可。另外 ，MQ9 无人机军售案的进度，目前已经进入知会国会阶段。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明年要试办所谓身份证，头一本领本来爱50块，即马是改制免费，判件补发原本1张爱200块，即马改制爱900块。外界嘛一直烦恼隐私的问题，内政部长徐国勇是强调讲，政府绝对袂监控人民，资料嘛袂会传到内政部。中道伊嘛甲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凤用网络来回应外界疑虑。内政部规划明年7月份全面来换所谓身份证，2021年1月份会伫咧新竹试办。毋过所谓身份证可能有漏泄个人资料的疑虑，嘛引起无共的声音。内政部长徐国勇日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备询的时阵强调讲，政府绝对袂监控人民，所谓卡giả的资料嘛袂传得去内政部。新的这个 EID 这个留下这个数位足迹和监控的风险，要如何解决？内政部在不会去监控，我们绝对不会监控，也不会留下他使用的这一些足迹。我就想，身份证后面还有我爸爸妈妈的名字，我太太的名字。以后我们的数位身份证并起来，你公布 Q 3秒，你唔知啦。我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也不会在上面显露出来。这我拢知啊。而中道徐国勇会找行政院政委唐凤伫咧网络直播来讲所谓身份证，回应外界对所谓身份证的各种疑虑。内政部嘛公告，第一概念国民身份证会拄每一张收50块，加或者唔免收几费。保领身份证的费用收费会拄即卖200块，加或者900块。另外，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正人民团体法，删除政治团体规定，原本照人团法立案的政治团体，必须伫2年以内修正中庭转换做政党，若无就要废止立案。有内也立委积极讲，这个修法是针对妇联会来的。那你如果这样讲起来，那我们现在修法版本不是就是针对妇联会而来的吗？我个人是认为这个都是一个通案的，因为当时把所有的政治团体都必须要转为政党，这个是所有的一视同仁。内政委员会日嘛针对时价登录2点控审查平均地权条例相关修正案，都也针对时价登录2点控公布门牌，还有意味处销售进程提早申报资料是达到共识。大家查访政策要安怎落实？徐国勇强调讲，会无定期突袭性的查核。记者综合报道。
咱国内发生头一站机师伫飞机顶头群聚感染的事件，已经有3个人胃着病。早期部长陈时中伫立法院时表示，胃着病的纽西兰机师因为无挂喙罨，会依照规定来处罚，卖来检讨哦，会甲机组人员的防疫措施变甲较严格。特别跨年咯，指挥中心这2天卖来定出全国性的跨年防疫标准，互大家来遵守。国内爆发第一件机师伫飞行机顶悬群聚感染新冠肺炎，目前已经有3人确诊。疫情指挥中心疫调了后，发现感染源真可能是第765例。纽西兰技师因为伊核酸检测病毒量偏悬，血清抗体也是阳性，推估早伫11月底飞去美国期间就被感染。国内专家认为，这高传播风险的技术空服员上好定期做检测，确保无病毒才能上飞行机。你能不能筛检出机师里面有哪些人被感染了？不能让他去服勤呢？那也就是说，这些高危险性的族群里面呢，你可能要定期去筛检他们的抗体跟核酸，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另外，跨年进入最后10天，各县市晚会活动也准备好啊，有立委就烦恼。跨年活动人是非常多，恐惊增加新冠肺炎传播风险，建议中央制定相关防疫规定。我们很担心说，如果有任何一个漏网之鱼去到了社区，那接下来又是这种群聚超大的活动，这怎么办呢？大家的规定如果不同，那对，这非常困扰。又有这样的困扰在，所以我们会跟我们的相关的专家小组来做一个讨论，也会跟地方来做一个讨论。但市长强调，会进一步讨论全国同款的跨年防疫指引，让大家应照行。若是出现境外移入、地属南山社区感染病例时阵，都会建议取消或者是延后办理。另外，纽西兰染疫的技师伫机舱内底无确实挂喙罨，会依照规定开罚，也检讨佮考虑防疫措施会更较严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英国新变种的武汉肺炎病毒传染了真紧哦，感染率是增加7成，而且通报新增加35928例，是疫情爆发以来上侪人胃着病的一天，人数是顶礼拜的将近2倍。全世界有真侪国家开始禁止来自英国的航班入境，伦敦等所在开始封锁，被关伫禁令实施之前离开的民众是甲火车头挤甲满人。伫伦敦市中心的尤斯顿车头，会当看到真侪人揸行李行甲真紧，变种的新冠病毒传播甲真紧。伦敦甲英格兰东南大部分地区24时全面封锁，真侪人关伫咧半暝，限制开始进行来离开。Totally irresponsible behaviour.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was absolutely clear that people should unpack their bags if they had them packed. I think that it's relatively small numbers.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throughout this whole pandemic have followed the rules, been responsible and played their part. 后面真侪国宣布暂时禁止英国客机入境，荷兰第一时间采取行动，直接对英国出发。第20暗时到荷兰角港的史坦纳莱恩邮轮，是伫咧荷兰政府宣布禁止英国航班入境的几点钟了后来停靠。对英国入境的旅客必须要隔20天，所落来至少到跨年，拢袂有英国的航班入境。机场的状况嘛是同款。On a pris les 2 derniers tickets aujourd'hui. On avait des tickets respectivement lundi et mardi. Au vu de la situation et des actualités, on n'a pas voulu prendre de risques. 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等地嘛采取相关禁令，其中意大利卫生部发现国内一个患者感染这种新变种的病毒，但被荷兰甲澳洲嘛发现甲英国相同的新变种的病毒株。If there's one piece of good news, it doesn't appear so far that it causes any worsening of the disease, which is important. And as far as we know at this stage, the vaccines should still work against it. 变种病毒可能比旧的病毒株增加70%感染率，毋过致死率若像无较悬，保持社交距离等等也是防疫的重要手段。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经针对变种的病毒甲英国保持联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法国气候高等理事会第19发表一份报告，警告5G 的网络建设会用掉大量的能源，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反对5G 的民众是要求政府应该先做好环境冲击的评估。总统马克宏嘛答应讲，相关的政策会一切透明。
法国气候高等理事会19发表报告指出，5G 网络建设除了会增加足侪能源消磨，更有可能排放另外30到71吨不等的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层内底。5G, elle va rendre notre problème environnemental plus important si on ne l'encadre pas avec des mesures supplémentaires. 这个报告指出，其实5G 技术本身造成的环境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主要增加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来自资料中心，还有新的电子装置的制造生产。5G 网络伫咧法国原本就真侪争议，反对的民众就用这份报告做理由，要求延后5G 的建设。Demandons effectivement un moratoire, maintenant qui est d'autant plus nécessaire que finalement le Haut Conseil dit qu'il faut évaluer l'impact des technologies avant de les mettre en œuvre. 不过，电信业者却认为，这份报告无顾5G 网络的正面效益，比前几啊代的网络能源效率其实提悬足侪。L'ordinateur que j'ai eu, il consommait 500 watts. On était en 1989 et mon téléphone aujourd'hui, qui est probablement des milliers de fois plus puissant, consomme 8 watts. Et on a la même chose dans les réseaux. Donc les technologies les plus récentes sont incomparablement plus performantes. 法国总统马克宏嘛答应讲，5G 建设的政策会全部透明。伊表示，法国的进度已经比欧洲几啊个国家较慢。预计伫咧2025年年底之前，法国2/3的国土拢会有5G 的网络。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中国为了要贴杀所谓人民票，最近伫28个都市发上千万的红包，鼓励民众伫电脑顶头来取得使用。目标是希望伫2020年的冬季奥运的时阵，全面会使来实施所谓人民票。也毋过，民众所有交易拢会留着记录，因此的问题嘛是阁有真侪疑虑。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啊，这个。然后呢？再上滑。向长城付款，再点开这扫码支付。好。然后在这就可以了。使用甲一般行动支付同款，就差伫咧消费者用的是所谓人民币。即马伫28个地区开始实验。中国央行拍算2022的冬季奥运进前，和所谓人民币上线。所谓人民币无需要注册，也免绑口座，只愿双离线功能，就算是手机无网络信号也当交易，也免手续费。像比特币、天秤币这样的虚拟货币，它本质上是一种虚拟商品，因为它没有国家信用做背书，不具有法偿性。所谓人民币由中央发行，有政府背书，所以币值是较稳定。也毋过未来每一笔交易拢会经过加密，放伫咧中国央行，政府有权利会当调阅，安尼是用户的个人隐私甲财务状况会受监控。我们通过央行的一些大数据的解密，可以发现它这个货币从央行出来之后，它的每一个流程、每个节点它的一个过程路径以及使用它人。伫即马国际市场的交易有90%成美金。只有10%用人民币。外媒分析，中国积极伫咧推动所谓人民币，并且伫咧几个国家开始测试，是想要减少中美贸易战的损失，同时挑战美金霸权的地位。过去中国政府发展天网系统，设2亿台监视器，做人民辨识，搁搭配社群网站监控人民的所有举动。即马讲推出所谓人民币，掌握民众金钱的流向。会当讲是行出所谓极权帝国的最后一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看内蒙古跟外蒙古虽然拢有同款的语言，也毋过因为政治因素，两边使用的文字是完全无同。蒙古政府是决定要为2025年开始，全面来恢复伫800多年前由成吉思汗下令创的蒙古文字。台顶的老师伫咧白板介绍知识的书写甲特殊的手笔形，大概学生是特别起来练习。传统的蒙古文，佮用合做回归式的蒙古文，有800多年的历史，由成吉思汗下令创作。即马伫英国内，佮开始流行学古字。оюун сэтгэлгээнийхээ 90 жилийн түүхтэй л хамт явах, хамт хүрчлэх.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асуудал бид оюун сэтгэлгээний наандаж 1000 жилийн түүхээ хамт тээж явах асуудал. 伫咧苏联的扶持之下，蒙古国宣布独立。官方伫咧1946年废除回归式的蒙古文，改以斯拉夫字母做基础的西里尔蒙古文。编法甲俄文相共，应用高达已经80档。毋过西里尔蒙古文并无法度来读传统经典，嘛无法度甲内蒙古的同胞来交流。伫咧人民出现人道危机的时阵，中国的压迫嘛促成即届的古字复兴。
承办的学生罢课，家长参加集会抗议。9月份开学进前，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下令，各中各小的文学、政治、历史课程会采用汉语的教材。警方认为这是超过要压迫蒙古语，甲少数民族，引起外蒙古对传统文化的重視。 Монгол соёлоо одоо дээдлдэг хүмүүс байдаг гэдгийг одоо бол мэддэггүй байсан. Тэгээ яг л тэр бол нэг өмнө шүү дээ. Саяны нэг их л Монгол хүчгийн аврыг гээд хөдөлгөөнд их сайн зөвлөгаа маань 蒙古国伫咧今年正式宣布通过蒙古文字国家大纲，预计伫2025年恢复使用传统的蒙古文，意思就是内外蒙古的文字特别被统一。Тэгэхээр тэхийн тулд яах ёстой вэ? Зайлшгүй одоо юм захин болтоор мол хэрэгтэй. Яагаад вэ гэхээр өнөөдөр бидний харилцаа бол ер нь нөгөө яг бодитоор гэхээсээ илүү захим руу хүмүүсийн харилцаа шилжчихсэн шүү дээ. 古字知识的书写甲手机啊反向输入是完全无共款，而且积极开发新的文字编码来解决问题。政府部门是下令，伫2024年进前，所有资讯全面采用双文来发布。若是伫咧学校，会继续开课程来推广。对政府到民众，将规划要互传统蒙古文全面普及。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反莱克多巴胺治疗医师所威胁，今仔到北美炸弹客用入门各患3万针毒滴，匿名前往美国在台协会抗议。所威胁是强调讲，来自对人体细胞有毒，嘛表示讲会来提供相关的科学证据，要邀请 AIT 的处长将对健康风险来做科学的对话。 美国人的寿命在2015、2016、2017连续3年下降。美国死亡的原因最多就是心脏疾病，而莱克多巴胺的心脏毒性也早经过动物实验来证实。在科学的证据上，大家好好的来讨论。一点点风雨。所谓是强调讲，来自对人体细胞是有毒，嘛应用科学数字，希望甲 AIT 来公开讨论。所以先之前讲哦，莱克多巴胺是比摇头丸毒250倍，互卫生福利部以违反食安法提出告诉。所谓是第20新人讲数字有唔对，其实是比摇头丸毒0.25倍，前后是差别1000倍。社署表示哦，一定看到苏医生来更正错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今仔是表示，提出告诉主要是希望错误的信息唔通一直传。那似乎苏医生已经更正，就可能袂阁提出告诉了。 再来看美国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正月份会使进口台湾。针对医师所威胁表示哦，内底的毒性是比摇头丸毒250倍，结果苏医生嘛承认讲唔对，是毒0.25倍。行政长苏贞昌是认为讲科学问题应该理性来讨论，嘛都鼓励各界来讨论问题，有唔对就改哦。内底进口的行政命令24特别伫立法院表决，国民党团嘛要招民众到立法院去捍卫食安。 总统蔡英文参加全国科学技术会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去门口甲迎接，两个人做伙行入来。这是24点钟内两个人3届共台，要用行动来破除最近外口咧喊讲两个人背下的传言。苏贞昌阁强调讲，因两个人上届了解对方的辛苦，尤其伫咧美国猪肉的议题，调野的攻防不断。针对互卫福部以违反食安法告发的医师所威胁，修正引用的数据，苏贞昌讲。 科学的问题应该理性讨论，鼓励各界讨论问题，知影唔对就改正。因为相关的法律责任，嘛希望法院会当到斟酌。苏先生已经更正了他过往的错误，而虽然差到1000倍，那如果能够更正，让民众知道，也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同时，我们也鼓励各界讨论问题，不要陷入情绪，知道有错。 就能改正。到底要开放进口美国猪肉，新北市长侯友宜专工去各校仔视察校园，防止用着有300种猪肉的机制，确认灶骹内底的猪肉包装顶管敢有 CAS， 产地敢是伫台湾，而且佫爱送验，甲落实标示。要用这3步来确保营养午餐是使用国产肉，也佫拜托政府要求业者爱标示肉品敢是有莱克多巴胺。这一个部分还是要多努力，因为政府还没做到位，拜托。 政府一定要听从蔡总统自己说的，让民众很清楚选择吃或不吃哪一族的这个部分。这一点希望政府再加把劲吧。立法院会伫24处理有关进口300种猪肉等9个行政命令，按算到时会做表决。
若国民党团会提早一天，23开始展开守护式安置夜，招民众做伙来酒暝。24会国行的设立法院，搁爱大家甲民进党的立委施压。一一点明哪一些人投赞成来出境，哪一些人投反对来出境。在外面有大荧幕，让民众在外面观看，当然要施压了。面对国民党的大动作，传出立营的立委，因为民间的压力嘛，强要制裁袂掉。行政院21中昼会找立营的立委做伙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金店，昨暗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一个河北科技大学学生甲共系女朋友骑奥多摆，伫西湾的时阵，互一台轿车弄到，两个人当场都无喘气，送医急救，后来嘛是救无回来。这只轿车的车门甲后斗开，停伫车路顶悬，车的腹肚边有真明显去找到的痕迹。因这个所在是落一凹真大坑，另外一边有一只奥多摆瘫痪伫车路的，零件是落甲规涂骹，受伤的骑士甲乘客紧急送上去病院。机车骑士以及乘客送医之后，那急救均宣告不治那我们在对双方的驾驶人进行酒测的测试都没有发现有酒驾的情势。听到囡仔送去病院，家属赶去急诊的外口咧等，心情是真着急。不过等到尾啊，还是救无回来。这个车祸意外发生伫高雄前镇，20暗时6点外。警方表示，细陈的骑士载驶出来女朋友，徛伫慢车道顶悬。迄当阵经过凯旋四路甲水田街的路口，疑似是无遵守两段式道弯，才会甲共向伫快车道的轿车相撞。这样不算闯红灯，就只是违两标线。它是违反这个标志标线的这个规定。细陈的骑士是芬林河北科技大学的学生，嘛是篮球校队的队员。今年伫大专院校篮球运动联赛当中表现了真好。休困时女朋友去找伊，却发生这个车祸不幸来过往。所以来警方会深入调查车祸的过程甲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彰化县福兴乡一间加油站第20暗，有一台货车用白铁桶加1000公升的柴油，伫要离开加油站的时阵货车煞歪一边，白铁桶就连落来，佮去弄到边仔奥多摆。骑奥多摆的人是互油破甲规身躯，好在再无人受伤，嘛无发生意外。虽然双方已经和解，也毋过警方嘛是会依法来处罚这个货车司机。一只货车打加油加刷，要驶离开加油站。豆豆为一只奥多摆后壁驶过，毋过货车后斗载一个白铁的桶啊，因为灯外佮材料无在，全规个落落，去讲着边仔的奥多摆。虽然奥多摆的骑士无受伤，毋过桶仔内底的液体，规个泼伫个骑士的分丝顶，而且这液体拢是拄啊甲加油站买的柴油。那里高低有一个坡度高低有一个坡度，那车伫咧行的时阵，那个有时候，当然是。放东自然叫过落来安尼啦。这个意外发生伫咧20暗时，辛苦的民众因为发电机用的柴油用了啊，所以驶货车去中陆路的加油站买1000粒的柴油，所无细时发生意外，车路破甲规个拢是柴油，加油站的员工嘛赶紧来改道处理。主要是它的货车上的货物未将它固定，然后导致它有渗漏或者是掉落的那个情况，我们是以道交条例第30条1项2款来对它做开罚。货车的驾驶讲，因为加油站的出口路面处处，后斗底柴油的桶啊，重心才会袂知。目前已经有赔偿这个负责人相关的费用，不过警方表示，货车后斗的物件无保护完，而且再危险的物件嘛无经过申请。虽然双方已经和解，不过要是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新宫镇的本社场，27年来长期占用部落传统领域。顶礼拜部落族人到县政府去抗议，也毋过嘛是无得到正面的回应。族人就开始困伫本社场来阻止本社车往来。公所2日要来举行协商会议，也毋过部落也拒绝参加。因要求县长甲族人直接面对面来协商解决问题。道立部落族人伫这么寒天气，将米酒批包到新宫镇道立本所掩埋场外口的路困已经4天4暝。这个抗争行动17由道立部落发起，提一包一包的本所到台东县政府抗议17年来政府长期占用部落传统领域做本所掩埋场。即马本所场已经满，所以要搁咧使用。
官府即摆阁拍算要延长使用到民国113年，昨天真生气，爱召庆联馆长出面回应却失败。部落会期组成之一个交公文要求官府甲相关单位严甲部落正式协商，啊若无昨天要长期困伫粪扫场，无要互成功的粪扫入去掩埋场。为了守护，不让垃圾车冲进去，再继续到垃圾场，所以我们坚持的心永远不会改变。张公祥讲，自治成功镇公所要甲部落协商，讲补助每户2000块，按个部落决议无要参加，佮要求提悬残疾，由馆长出面保证，一定爱将粪扫场刷出。除非县长同意我们的6大陈情，让这个27年的整个伤害能够还予族人一个合理、公平的一个正义的权益。我们明天由镇公所会举办一个协调会，县政府也会派环保局长亲自来参加。多条部落向官府提出6大诉求，马上停止使用粪扫场，赔偿27年来造成部落居民健康的损伤，搁爱投资部落，由部落发展天空之行观光，会以专用预算提升部落产业等。按个官府目前也无具体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伫13乡镇装智慧公车的车牌，也毋过有民众所发现讲，车牌顶头拢是简体字。花莲县政府是解说讲哦，智慧车牌拢总有5个国家的字体，希望讲会使来服务愈较侪国外游客，所以请民众毋通误会。花莲市区的中华路顶悬太鲁阁客运大做伙智慧站牌，却因为简体字来引起争议。有民众伫网络讲，这到底是台湾还是中国？单车游客确实有人看无简体字，要等待一段时间跳繁体字无时阵，才会当知影行车资讯。简体字看得懂吗？还好哎，有些看不懂。国际化啦，也是要有啦，也是有我们的文化在啦，是还好。花莲县政府配回智慧公车站牌字幕，毋是干那简体字，还有繁体中文、日文、韩文，总共5种字体。说真侪个语言的目的，就是要服务更较侪国际旅客，毋是网友所讲的亲中，而是主机软体是中国做的。因为这个语言它可能是用轮放的，所以民众可能看到的是部分是有简体字、有日文，那日文它有汉字啊，所以可能误会都是简体字。其实我们5种语言都有，主要是繁体中文才是为主啦。其他间的公车业者目前是还未到智慧站牌。花莲县政府是计划3年以来，要伫13乡镇来做400座的智慧型站牌，总经费超8000多万。除了行车的资讯以外，未来嘛增加观光导览的资讯，同款嘛是有5国语言的字幕。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任何时间拢会使用手机是 iPad， 目睭的问题是袂少。来看高雄一名大海教官，因为工作的需要，24点钟爱待命哦，所以手机用了上过头，目睭膜就出问题，就是一般咱讲的目睭过劳死。若准无伫第一时间就去看医生，有可能会失明。53岁吴先生伫大学做校安教官，几个月前得病的目睭出现蒙雾，2粒目睭看无立体感。影响到工作甲生活，互医生看才知影是网膜有病变。想说怎么会有这种眼睛过劳死的状况？因为我眼睛一直都很好啊。他跟我讲一个代号叫 CSC 啊，我就一查就是一个视网膜病变。如果没有好好治疗的话，真的会造成眼睛会失明。吴先生做教官，平常时爱处理学生的特殊意外，嘛常常爱24小时当值保持手机联络。然后拄到暗时常常发生状况，嘛会有困无饱的情形。目睭用过头，去得到人讲的目睭过劳死。研究指出，20岁到55岁的人，较高得到目睭过劳死，男性得病的机会更加6倍至10倍。口服一些像心脏那心率降下来，血压也降下来的药，那一方面可以降低他的焦虑。然后让他比较不那么紧张，那也可以顺便改变他的生活形态，所以说很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善他的状况。除了是网膜病变，医师提醒，3C 产品的假泡鈉光嘛会引发白内障。这几日就有一位患者正病目睭的水晶体出现敢若椰蛋球同款的尖形结晶体，影响视力。医师提醒，逐工使用手机唔通超过4点钟，暗时关室内电火用手机鈉光对目睭的伤害是加4倍，甚至影响困眠。现代人无法度拒绝使用3C，敢若会当缩短使用时间，配合正确的姿势，避免去得到并发症。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每一年药物不良反应通报的数量有超过15000件，有一寡病人因为对药过敏会胸袂喘气、目睭看无，也是肝甲腰齿的功能受到损害。中加病院医生张文宏就表示，伫亚洲国家，1000个人内底大约都有4个人会有这种严重的药物过敏的反应。未来伫用药之前有机会使使用药物基因的检测来找出过敏的基因，来保障用药的安全。生活行动拢爱靠厝里的人斗相共。黄阿姨少年的时阵感冒发烧，想要到伫咧病院做退烧的下了后，引起药物的过敏反应，也就是史蒂文森强生症候群。毋但连某做一烂去，即嘛差不多完全看无。若是另外一个第三世的查囝，嘛因为得到流感食药啊，结果若像药物伤害，短伊一礼拜就收到5届查囝的病危通知。病危通知一来，那我太太就到旁边去哭。可能这个药你吃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可能对某些药的代谢有问题，就是说你吃了以后呢，它一直累积，累积到某一定的量了以后，才会产生这个严重药物过敏。台湾当年药物不良反应通报件数超过15000件。中加病院医师郑文宏指出，亚洲国家因为基因体质的关系，药物过敏的流行率比欧美国家更较高。1000人内底，超有4个人会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尤其是氧型或者是降尿酸的药物发生的频率会更较高一寡。产生这个药物过敏的药物很多种，那么台湾比较常见的几个癫痫药物、降尿酸药物，陆续我们都有找出这样子一个基因很强的基因的一个标志。在未来，如果我们可以推行这样子用药前的基因筛检，当然可以预防有些病患因为吃药产生的这个严重的一个后遗症。郑文宏医师表示，药物的不良反应上严重，可能会致使休克。真侪病友伫咧发病阶段，就要面对真大医疗费用压力。若是采取用药基因体检定数检验，唔免抽血，干那需要靠喙内底黏膜细胞，甲检体送去实验室来做基因定数，得当互患者了解家己对药物的代谢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无人机的应用是愈来愈多，安全的管理嘛受到重视。目前民航局是规定的禁含区为年初到达嘛已经增加3倍。交通部嘛强调讲，未来搁来强化管理的机制。无人机的镜头伫咧顶悬的位，这是业者研发未来应用伫咧桥梁检测的新型无人机。除了镜头的位会当照到桥梁的下骹结构，佮会当伫咧收无信号的所在继续进行飞行日本。利用不同感测器跟不同方位，还有一些基本的姿态仪，我们想要利用这几个东西整合起来，让它靠 GPS 一样能做航线的导航飞行。民航法无人机的专章今年3月份开始以来，国内已经有6万多只无人机来注册。无人机的产业兴起来，交通部嘛伫咧桃园、武岭甲屏东东港来进行无人机的示范计划，包括应用伫咧桥梁检测，还有运送偏向的邮件。顶一日嘛已经甲农委会反向联络，协助小农进行无人机的农盆计划。伫咧下领域的应用之下，安全课题嘛更加受到注意。要防弊，特别是安全方面，那这里面包括对于无人机的这个注册，还有这个操作者的证照的一个考试，另外地方政府有关于这些图资档案的建立跟管理。目前民航局甲地方政府协调，而且公告的无人机禁航区，全国已经有3000多位。交通部强调讲，台湾是亚洲第一个立法管理无人机的国家。民航局透过注册甲专门的 App， 会继续来宣导无人机的使用安全规范，希望伫咧安全的前提之下，促进产业发展，确保未来无人机走向都会区间发展，会当更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的民乐国小，针对中高年级的囡仔有开一个 EQ 的课程哦，好好训练一寡志工妈妈甲学生囡仔要安怎来面对家己情绪的变化，咱做伙来了解。晴时多云，偶阵雨，听过吗？透过各种的形容解说情绪变化，伊是 EQ 老师，嘛是志工妈妈，用课程甲教具，让学生囡仔了解安怎处理熊来的情绪。实际上，我们就从这个课程里面用很贴切孩子的生活例子来告诉孩子说，其实情绪并没有对错。
对，情绪都是我们很自然的感受，但是呢，表达情绪它却是有恰当跟不恰当的差别。透过教学，让囡仔面对各种情绪，知影安怎反应。8年前，民俄国小参与护理情绪教育推广协会来合作，和学校志工妈妈受训练，教中高年仔囡仔情绪这门课，嘛透过教材引导因，拄到情绪困扰，爱思考安怎找方式代替受气，唔通伤害家己。我就是要放松，让心情比较稳定下来，就是比较不容易跟别人吵架。那相处上呢？相处上的话就会比较好交到朋友，然后也不会纠纷。那情绪强度是强烈还是微弱的？虽然拄开始嘛有家长反对课程，学校经过长时间的推测，第108年度对5-6年仔学生的家长做调查，发现有超过8%的人认为这个课对囡仔有帮助，在人际互动甲情绪转变，嘛有9%认为有帮助。所以我们在做的真的就是所谓的预防教育，对，然后让孩子们他先去了解自己，因为了解自己之后才有办法去处理后面所有的问题。那他哪时候萌芽，我们也不是那么的确认，但是我相信在每一次他在发生任何的事件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课堂当中老师跟他们提起。EQ 老师讲，因亲像园丁，也正是等待不应，嘛期待让囡仔人了解情绪，会使一世人受用。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台南的开基天后祖庙，在地人拢讲妈祖楼庙里有2尊已经300-400年的神明，万年马甲中金马，庙方请来专业的修复师傅来整修哦。以旧修旧的方式，要让妈祖婆登去到上原始的面貌啊！最近嘛来做仪式，请妈祖的神灵登去座位。道长上早天庭接到神奇，要请妈祖的神灵重新入来座位。台南开基天后祖庙，也就是咱讲的妈祖楼，内面有2尊300-400年的妈祖，万灵马加忠贞马。经过数百年的香烟雕拜，金身的外皮也开始翘壳受损。庙方看重文化资产的保存，特别请修复师傅替妈祖整修。这崇祯马祖吼，因过咱讲尊啊马，开基天后祖庙第一尊的妈祖婆伫大陆来。就是明崇祯制作1640年，大尊迄尊是老年马，吼，因为旧啊，阮搁装修。100年的新尊，若准备整修，就要经过一庭一庭的研究。若爱研究新尊的年代，甚至新尊外皮有过纸皮涂，拢爱详细处理。加上数百年的雕拜，香烟是钉钉塔塔，也增加修复的困难。好佳在有庙会立命师推荐，找专业的修复师傅，用以旧修旧的方式，让妈祖婆登到上界原始的面貌。拍过好几次，以前就知道说它有损坏，不会去破坏它，或是把它重做成新的。伊迄个时阵是碰工啊，真严重，咱只要手小甲摸到，伊就可能皮壳就落下来。咱咧处理的时阵，咱是用古早的古法去甲维修，咱拢无用到现代的素材。整修了后的2尊妈祖，也遵照鼓励，请道长通数照明上妆，将2尊妈祖的神灵请登入来座位，用古法去修复方式，唔但保存信徒心目中妈祖的面容，也让古文物的意义对着时代改变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伫台南新营这搭有一个砖头或者高爷，传说讲是因为这个砖头的开基祖杨瑞莲是地成功的媒使哦，人拢叫伊杨高爷，所以才有这名。咱嘛做伙来认捌这个砖头。抬头看到人徛记门牌，是怎样顶面写高爷2字？这是新营过去地方传说讲，因为地成功甲小妹电碗结合这个砖头的开基祖杨瑞莲，人就安尼叫伊杨高爷，这个砖头才会号做是高爷砖。因为这个地成功的妹妹地碗，伊无真正的妹妹哦，迄是因阿姨的祖囝，因足疼这个地碗，所以这个地碗当时来嫁伫阮这个高爷的时阵，吼，这杨瑞莲做某，所以名做高爷，那杨高爷，高爷就是安尼来。讲到杨高爷，其实有侪种无共款的传说。有人讲伊是地成功的将军，也有人讲
永姑爷当初时和郑婉结婚的时阵，因为郑成功就疼小妹，就阮讲，互杨瑞莲骑马走3天3暝，大过的所在，拢是要送互伊的土地。毋过，如今敢若剩杨家宗祠内安尼神主牌仔会当影一个，真侪故事都已经无地可可。阮遮有一寡公园嘛真好看，吼，像我正徛的后壁遮人，吼，伫阮这姑爷内底吼，的庙边吼有一个东边甲西边两边的公园，风景也非常的水。啊，阮遮嘛有这个红前纪念公园吼。这个庄头阁参像日头花纪念公园的风景，除了来看古厝和神主牌仔，听一下地方的故事，也真适合趁休假的时阵来遮细细行行的轻松自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枋寮乡有一位少年的农友哦，退伍了后就回去故乡，用有机的方式来种芭乐。伊嘛甲一寡地方上的少年人做伙合作，希望使创造一寡新的商机。这个当咧操作割草机的是屏东县枋寮的农友张玉生。去年退伍了后，就转去故乡做事。即马经营的是全枋寮唯一的有机的芭乐园，伊嘛有和有机的通路合作。我们的芭乐也不会输那个高雄跟其他地方的芭乐，那我们始终就是以友善土地，然后用这个把土地照顾好，那它就会回馈给我们。所以我们的芭乐，我们跟有机的里仁店已经配合10几年的合作了。为着要增加农业的知识，张玉生特别去屏东农业大学上课。伊嘛开始熟悉新的农友，专心投入做事。经过农业大学之后，发现我们屏东在地的好多好农友们，那我们就会有一股力量，然后聚集在一起，至少有话题，那让我的眼界马上在农业里面用最快的速度认识这些人。张玉生嘛真注心要推广在地产业，所以甲芭乐提起加工，做成侪产品。伊也和真侪少年朋友合作。连结餐饮和旅游业者做伙创作商机。毕竟我们是枋寮的孩子回来了，那我就想说，把这个地方跟我们在地的一些业者、旅游业者、餐饮业者，然后大家结合起来，把枋寮这个好地方推广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枋寮有好多东西很棒。回去故乡开创家族事业的第二春，张玉生强调，要让大家知影，枋寮的芭乐也真出名。伊也表示，未来农场营运会愈来愈多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新市哦，种真侪枝豆，当年新市的农会拢会来举办枝豆节。今年枝豆嘛已经开始收成，所以农会就开放予民众规家伙仔大细汉做伙来挽豆仔，毋但真趣味，嘛互大人囡仔知影豆仔的栽种过程甲营养价值。那你给叔叔看一下，哦，好棒哦！去红车菜也未来进前，桌顶常常拢会有一盘枝豆，先互人客食佚佗。人煮好的枝豆有食过，但是伊是发伫土里，也是生伫树仔顶，你敢知？都是你采的吗，妹妹？台南新市当年拢会办枝豆节，今年的活动已经结束啊。但是活动的时阵种落去的迄区田，但已经会当收成啊。所以新市农会就开放予民众来挽枝豆，就算讲日头真炎，也是真侪大人囡仔来逗留热。老豆，这个可以干嘛？都不会。要来吃。你知道说要怎么采吗？用打的。因为挽枝豆袂讲介困难，所以连细汉囡仔拢算甲真欢喜。农会表示，当年的枝豆节拢有种枝豆、挽枝豆的活动，爸爸妈妈带囡仔做回来体验，嘛是一种真好的食农教育。这个田种了以后，我们开放给很多的人来体验，尤其是很多的亲子带孩子一起来采芒豆，他们觉得说这样子的教育效果是非常好的。透过这款活动，让民众了解饭桌顶常常吃会到的食材因的生态。规区田收成了后，就甲村的食物扣掉，等待明年的季节才过来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意大利，明年嘛开始予民众注预防针。意大利嘛请来真出名的建筑师设计注疫苗的所在，以春天大开的花蕊来设计外观，向前生命的重新开始。咱嘛做回来看卖。为了要鼓励意大利的民众做新冠预防针，意大利疫情特别委员会特别邀请意大利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史蒂芬诺·博艾里，以
用报春花象征生命重生的意涵，设计做外形正前卫的花蕊有红霞注射站，也派真侪医护人员来做。A 3.000 medici, a 12.000 infermieri di darci una mano in questa campagna, di andare a popolare questi fiori, queste primule che saranno nelle piazze italiane e dove tutti coloro che lo vorranno potranno andarsi a vaccinare. Viene a dirci che il momento è arrivato di abbandonare l'incertezza e schiudere i nostri colori alla luce del sole, che ci vedrà ancora una volta insieme, come primule che hanno sfidato il gelo. 意大利设计师博爱利有名的作品包括伫米兰的水地森林大楼，是米兰城市活化重要的一部分。这边无受半线参加政府防疫计划，报春花注射站用茶加环保的布料构成，顶头有采太阳能充电棒提供电力。总共要设立1500个站。博爱利强调，做有风声是公民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爱，会让家己的人生搁扩大。另外，疫情也正严重的德国，要将第4大城科隆的沐浴商店中心改成成这有风声注射站，按算一天会当替5000几民众做有风声。德国即马已经设立超过400座有风声注射站，动员超过1万名的医护人员。希望伫咧明年热天进前，互全国6省的人拢注着有风声。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再来看今年耶诞节，英国业者就推出会使做耶诞树仔的服务，而且这个耶诞树仔等待过节了，会搁搬转去农场继续种，希望会使来减少每一年几百万丛耶诞树仔的浪费，大家嘛做伙来环保爱地球。店家伫路边摆的布棚内底有放真侪青的椰蛋树，人客会当经家己家己的椰蛋树了后，会当规丛挂盆啊做伙扎转去。啊，毋过即挂椰蛋树毋是要互人客开钱买，是要互你做转去。等待椰蛋节过了后，搁爱摕转来用。啊，毋过即款作用椰蛋树的环保方式，对英国伦敦的民众来讲，也是头一届。It's the first time. I didn't know it was a thing until this year. This really appeals right now, and we're becoming a lot more environmentally conscientious, and this just feels like a very sensible thing to do. 用做的方式，互民众早转去，照顾到耶诞节，也是跨年过了才幸福店家，厝代过去。最后大量的耶诞树强当做粪扫来单掉，这款超级无环保的方式。We get the trees from the farm. They come in this pot, and you take it into your home and you look after it for 3.5 weeks. That's basically the limit on how long they can be inside. And then we take it back to the farm, and they stay in the pots the whole time, and the farm look after them. 店家嘛，甲租金的营收一成至2成捐予当地的学校，环保甲公益一减2个。好，今年因为疫情转来影响的耶诞节，加一寡特别的意义。罗马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嘛伫12月中开始布置耶诞树，伫咧平安夜音乐声当中，是真好评。啊，毋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已经看袂到英国广场顶悬有真侪观礼的人。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0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